别人无，有缘咱比哦来一起世界数，愈慢愈深着，愈会加保守。台湾俗语摕来谈，心识滋味是有内涵。欢迎收看《报道歌丁》，我是林显元。台湾俗语是咱祖先伫台湾这个土地的生活体验所产生的智慧。报道歌丁就要用俗语带乡亲做伙来去看咱台湾人的故事甲文化。俗语伫咧讲：食过趁家伙，拜过蹲家伙。逢年过节的时阵呢，有真侪人家拢会找粿来拜拜，来讨一粒平安吉祥的好彩头。啊，平常时啊，这个粿吼，嘛是人人爱食的点心。早期的社会中间呢，找粿会当算讲是一款经济能力的表现。啊，如果讲吼会当找粿拜拜的家庭，就表示讲这个家境还阁袂歹啦。不过呢，现主时的社会中间吼，会家己做粿啊、拜粿的人吼，其实无讲介侪啊。所以咱即马吼，就做伙来去看卖，抑阁有咧做粿、拜粿的人因兜的 VCR， 咱做伙来去。伫咧早期的台湾社会当中，找粿是真重要的民间风俗。伫物质条件普遍较无好的迄当时，会当找粿的家庭，都算是环境比较较好的家庭。较拄结婚先生，啥物拢袂晓啊。后来呢，阮大家拢有讲要甲我教，我拢无爱。我讲啊，你做互我食就好啊。我都跟婆婆讲这样啊，后来呢，搬到台北来，搬来台北煞无法度，要食啥物物件拢爱家己做。我学做粿已经差不多30年的经验啊啦。菜头粿就是在来米，南菜头2项尔。这个年糕要一次蒸好，不能再加水，就这样哈。好，开始哈，这样就好了。粿定也被用来作为庆祝，阁会当带来喜气，嘛是祭拜神明甲祖先真重要的贡品。过年找菜头粿。甜粿，这个咸的粿，平常找起来食，过来就是有想要食，就做安尼。家己亲手下粿，嘛变成是甲神明表达敬意，真重要的一种方式。以前细汉的时阵，阮拢唔知影其实有啥物差别啦。尾大汉来较捌代志，妈妈就阮讲，拜神明的粿呢，拢一定爱归地。拜祖先呢，一定拢爱切粿，才会当拜祖先。诚心拜粿，除了是想要表达心肝内深深的感谢，嘛是希望会当得到神明甲祖先的保庇。一家伙仔欢欢喜喜食妈妈亲手做的，佮拜过神明的粿，都是平凡的生活当中上界互人期待的一种幸福。咱首先来欢迎到咱的饮食文化专家甘饮玲老师，大家好。还有咱台湾本土音乐家甘尚仁老师，主持人好，各位朋友大家好。咱拄则看迄 VCR 内面哦，迄粿看起来足好食款的呢。即家伙仔人吼，伊咧拜粿的时阵嘛，拢真虔诚吼。我就想讲吼，其实咱看到这个过程中间，就知影讲吼，其实这个台湾民间的人啊，咱对于这个拜粿啦吼，甲有这个做粿吼，这个重要性。我先讲哦，我吼其实上爱食这个乌龟壳，乌龟壳。哦，对唔知两位老师吼，恁上介意食的粿是倒一款？我上爱食红菇粿。红菇粿哦。嘿，因为我细汉的时阵吼，红菇粿是一种年节闹热的大吉物件。是。好，所以看到红菇粿，就心情足欢喜的，感觉年节足欢喜的日子要来啊。所以我对红菇粿上介介意就是。我吼细汉的时阵爱食甜粿，甲这个香菇轮啦。香菇轮。听过香菇轮？有香菇轮。甜粿吼，你甲煎哦，安尼恰吼，酥酥的时阵，佮甲伊夹一个迄个酸啊入去，酸板。对，好食着实在有影。
无食断袂掉啦。不过，阮妈妈袂使讲整个恰恰，过年袂使讲哦，袂使讲恰恰，啊，剪了收收，剪了收收哦，安尼恰恰的变善恰。对啊，所以袂使讲剪了恰恰，爱讲剪了收收。是。过年较有香菇轮吼，用这乌糖做的。是，吼，迄乌糖做咧，有迄种乌糖的迄个乡土的原味啦。哦，迄个外芳的咧。是啊。这香菇轮，但是即马真少啊，安尼甲想到就安尼脆软插地安尼。黏伫咱的喙齿啦。其实吼，老师啊，咱吼看到讲今仔日咱讲的这个俗语哦，或者吼，食过趁家伙，啊，若是。拜过就会囤家伙，啊，这个对咱日子生活中间吼，到底这食过啊，是有影会带来财运甲好运嘛？哦，有几啊种讲法啦，因为咱的年节吼，甲节气无共款，咱拜过也无共款。是，吼，比如讲咱过年拜甜粿，吼，甜粿以早甜粿是爱食甲元宵粿，是，吼，所以拢会找足济，一层一层塔悬悬安尼，吼，啊，代表就是平安顺利，吼，啊，你的财宝囤起来安尼。所以就囤家伙就是这意思。囤家伙就是代表安尼意思，啊，因为爱食到15嘛，所以拢一层一层，足侪层的啊，头壳塔悬悬啊。是，所以讲咱食过就有影是对年头食个年尾吼，逐一个每一个无共款的时节吼，拢有无共款的过头去食吼。是啊。啊，讲到这个年吼，我知影个老师啊，你以前有做过一首歌，这首歌谣叫做年对无？啊，有迄年数。啊，这个年是安尼，迄阵阮细汉的囡仔的时阵咧念这个年俗歌，迄阵还是念嘛，后尾也搁谱作曲了吼。啊，但是伊这个年是根据讲一年内底每一个月伊的迄个年俗的生活，啊个念到上尾啊，迄个月啊，12月年头边啊，家户户来扫伊嘛，迄是11月嘛，啊12月，就你来香火，我来吹粿啊。是，所以看老师你会甲阮念一个。啊来。正月正咧请囝婿，一道入大厅。2月2咧土地公生搬老戏。3月3扫墓成咧是上头担。4月4桃仔来是李仔去。5月5龙尊果是满街路。6月6。你来打水车，我来拍喇叭。7月7，7月7，牛郎节你是小月日。8月8要等月圆中秋节。9月9，洋洋风吹咧满天下。10月10。三界公来感恩，12月的年头边，家户户来扫伊。12月的12月，你来香火，我来吹粿。来哦，你来香火哦，我来吹粿哦。因为我刚才会晓食啦，因为我都唔知影讲这分别是啥物。老师，你甲咱解说一下，这啥物是粿啊，啥物是糕啊，这有啥物差别？这内底无糕啊，这拢全粿哦。这拢全粿。有影糕啊是啥物款？因为就阮这代吼，糕啊甲粿吼，迄差别是真分明。糕啊基本上是单的，是单的，袂当搁溜过。哦。袂用个搁溜，嘿。啊粿是糯米做的吼，啊较 Q 身啦，会当溜。哦，差别伫遮。是吼，所以讲我拢是有影食唔知呢，有通啊食就好啊吼。拄啊，老师讲的香菇轮，迄个糕啊。哦，香菇轮是糕啊。你即摆7月半，咱来中元节拜，真侪人会拜糕啊，糕啊塔安尼一塔起来。啊，但是你若讲用话来讲吼，其实嘛是小可有一点仔重大，因为发粿。对，这发粿。发粿是在咧米做。老师，你有影了解我的问题，就是讲这明明看粿，我看你一直看你明明迄是糕，我以为讲迄是糕，啊，想到好多粿。吼，你会感觉这是糕啊吼，糕啊会比这较大一点嘛。哈，会比这较大，但是这是在咧米做的，是，但是咱叫发粿啊，吼，啊这红菇粿啊，所以基本上虽然一般伫咧做，伊会甲你讲，吼，你若是去买红菇粿，伊会甲你讲，啊，就一个自米做，一个在来米做，就碗粿。碗粿嘛在来米啊，哎嘛是叫粿啊，嘿，这其实是语言的短势啦，是，因为吼咱真侪话吼，你发糕毋是就歹听，对无吼？糕嘿，你若讲糕啊在来米就是糕啊，啊发糕毋是，
无好听，嘿，无好听啊！先说配茶啦，嘿啊，是啊。食粿会使免配茶。重点是，有影这个茶这个因素嘛，真重要。真重要。对啊，当然咱讲到甜粿啊，甲发粿啊，我就想讲，老师啊，我知影哦，老师你有一首歌，你是做囡仔咧学唱的吼，这就是有关于着过年的时阵啊，食粿哈，食发粿甲甜粿，啊，你会敢讲复习一下无？啊，好啊。发粿是脆开开，金银财宝一大堆。发粿咧，通发钱，大人食了笑眯眯。甜粿是甜，新娘啊食了生后生。甜粿是好滋味，囡仔食了好过年。嘿，囡仔吼爱过年啦，啊大人拢惊过年啊。报道高阿丁，内容足丰富，有地理，有历史，嘛有人文甲故事。咱若是知愈多，捌愈深，对咱台湾就会听入心。炊粿是台湾先民维持生活一种真重要的方式。炊粿并无困难，但是要坚持做粿卖过100档以上，都毋是遐尔简单的代志咯。阮阿公伊就是1894年生的，啊伊阮的户口表面就写伊是做果子的。为阮阿公开始做到即马，超过几百年，所以阮老爸是第2代，我第3代。100年来，这间老店不管是做粿、做米糕、做寿桃，拢和民间的节庆甲信仰息息相关。阮70%拢是庙啊，因为阮是缀庙的啊，庙是神明伫生日的啊，所以阮拢是行迄农民历的。古早是迄天公星上无用啊，大家拢爱拜天公啊，即马是土地公上无用啊。因为大家拢要求财，较无共啊。其中有一种用色的糯米粉所做的粿，是民众定来用来拜神明，或者是行愿用的。红是金，白是银，阮安尼包起来就是金包银的包法，所以利用迄个去画粿，再搁再因为画粿以后，再搁甲迄个红色甲白色分开。用红色的迄个色料去换一个红盒，包这个果的表面，再搁包大，安尼合作金包银做。用传统方法所做的粿，伊的色水特别水，嘛特别好食。较早古早的人就是买这顿去，就是拜祖先，无就拜天公。这拢会拜。除了伫咧家己厝里做粿、拜粿之外，若当到附近的庙寺举行祭仪，头家翁仔某嘛会将因用心所做的粿亲手奉献予神明。虽然食粿的人口已经愈来愈少，但是因有缘将这项甲传统信仰甲真深的手艺继续甲传承落去。拄则咱看迄 VCR 内面啊，迄色水遮尔水，迄个粿吼，实在是看了吼，喙烂拢已经插滴啊吼。当然啦，咱搁看讲这内底在拜粿这人啊，搁这做粿的人，拢真有吼，迄个心情真虔诚啊。当然啦，我是感觉真好奇吼，就是讲老师啊，这内底吼迄红啊，还有红粿迄个粿吼，搁一款就长吼，内底搁有迄个钱当钱迄，迄两款粿吼，迄到底有啥物款的？什么故事哈？是啥物原因来有这款粿？你食有差别无？我拢食唔知，然后有通去食就好啊，正经的。是吼，红菇粿是这是糯米做的。咱拄则片头看迄长迄吼，顶头有迄当身的图案迄个吼，迄叫茄仔粿。茄仔粿，但是伊毋是糯米做的。伊是色的色粉做的，
食粉叫红片糕。红片糕哦嘿，啊，想到啊，毋是叫做当钱粿吗？啊，想到佫叫做红片糕，啊，都毋知影讲迄是粿还是糕。哦，即摆少年人真侪人毋知影吼，啊，你嘛食袂出来嘛吼。是啊。其实差别就是伫遮，这红菇粿较 Q。吼啊，红片糕较嫩，啊，为什么叫红片糕？啊，你又明明叫蚶仔粿，是安怎叫红片糕？有影是这个原因吗？有原因，当然有原因。你但来拄则讲卖红片，卖甲我骗，卖甲我骗。其实红片就是吼，传说讲1624年，荷兰人到台南的时阵吼，啊，就是用牛皮去煨地嘛，是吼，啊，就红片嘛，啊，所以顶一辈的人为着要驾驶。后时的子孙卖个红片，片一盖就好。是，吼啊，所以做这个红片糕，啊，伊什么差别？伊红片糕伊就是袂当搁流过，哦，一盖就爱食好完，因为伊是食粉做的，袂当搁流，啊，搁流就烂去、糊去，啊，所以伊叫红片糕。吼啊，红片糕因为伊伫天公生即天来拜拜，吼啊，伊就是放迄当先的迄个形嘛，吼，迄个蘑菇，啊，所以迄。一般来讲叫蚶仔粿，啊，其实老一辈拢讲迄就是红片糕，就是意思就是讲做生意吼，做生意因为拜财运嘛，啊，做生意你就是拜迄蚶仔粿啊、莲针粿啊，所以袂使搁红片。哦，嘿，就是爱拜红片糕做。咱拄则讲红菇啦，吼，红菇粿加这个红片糕吼。啊，我甲联想起来吼，阮细汉的时阵，迄阵阮老母吼拢做，阮遐有一个城隍爷庙嘛。是。吼，啊，阮拢会去，阮老母拢带阮去上阿庙吼，求菇啦。求菇。吼，啊，求菇啊，照讲起来，菇就是红菇粿啊，吼。但是求菇吼，伊安尼咧求咧，伊就甲迄个城隍爷讲，城隍爷啊，阮都较善术啦吼，啊，阮求迄个六两的菇就好啦。是。啊，阮迄阵啊，听到老母讲六两的吼，哦，紧来甲扭拳咧。妈妈，迄六两的足少的啦，一斤的啦。阮老母嘛坚持6年的就好，最主要等来先烘，迄就是讲是用红片糕做的，是吼。啊，伊做起来等来切一块一块，啊，互你食平安安尼啦。吼，啊，我就讲，红菇嘛有迄准备做红菇，啊，嘛有红片糕做红菇咧。是啊，啊，拢红，啊，拢根本都分袂清楚。啊，叫你唔好搁红片的意思啦，哈，叫你爱有智慧，唔通红片第2摆啊，吼，爱较精光的啊，其实。是咱较早即老辈吼，要甲咱讲的话伤济，无法度一句一句讲，啊，着放在咱日常生活上即食的啊，是用的物件顶头来教示说安尼。啊，拄则上林老师讲爱求人样，迄是因为恁明年若是即个愿望有得成，爱个行啊，啊，香菇爱加起哩嘛，是，啊，所以袂使，你莫红写伫顶头讲赶菇上壁，赶菇上壁就是你无行嘛，系啊，所以就厝拢做狗的人，迄人样哪有狗？人又无搞，啊，意思就好啊。哦，是安尼，真趣味。所以讲哦，这原来这都是有这个原因啦吼。啊，当然啦，咱讲到这红菇粿，啊，佮边仔这啦，这乌龟桥。我讲我细汉时阵哦，上介意食这，啊，拢唔知影讲吼，迄特别的日子才食会到。我是讲平常时阮母啊，咱无要互我食啦。啊，即摆才知影讲原来吼，老师你讲哦，是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，这时间内吼，才会当有这个物件通好食。啊，我感觉种好记呢。啊，伊这个物件吼，你讲伊是粿啊，是糕啊，啊，伊有一个奇怪的名做乌龟桥。啊，相当伊是明明都是蚵仔做的蚵粿，啊，为什么叫做乌龟桥啊？是啊，因为吼，这是特别伫个中元节拜拜好兄弟的祭品。是。吼，你有感觉你食的时阵，甲乌粿无共款？无共款啊，无共款啊，伊口感无共款嘛吼。啊，乌粿是在咧米做的嘛，啊，伊是自米做的。啊，为什么伊做翘翘？是。吼，这是有一个讲法，就是讲，因为七月时啊，翘翘。差不多，你真巧哦！咱主持人头壳真好，差不多意思。因为咱拜好兄弟，好兄弟毋是正神嘛，啊，咱正神的祭品拢较细只嘛。吼，啊，袂使正，毋是正神，就爱小可有一个小偏一个气格安尼吼，啊，气格佫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讲歹代志有缺陷嘛，袂佫来意思，是，嘿，所以叫乌龟桥。哦，所以讲都爱特别甲做爱翘翘安尼，袂用做细细格格，袂使做细只，因为伊毋是正神啊。是安尼吼，哦，江雄林老师吼，算讲是咱的台湾音乐内底上北大吼，而且是一个权威人士啦，吼，即童谣、念谣啦，即个歌谣拢真在行吼。啊，我知影讲吼，今仔日吼所传的粿内底其中吼，我知影老师你上介意食一款粿，啊，你会当用即个味菜吼，你又看卖。药看我心中咧想的吼，迄是啥物粿？是啥物？我用一个味菜互你药，要药啥物啊？做味菜咧
真趣味，大人囡仔笑眯眯，做味菜咧爱智慧，哟，那会着食免钱，又来又免钱哦。红关公咧白老面，乌张飞是走去味，红的是红记记，白的是白雪雪，乌是乌心心。是要有啥物啊？要要啥物？红关公咧白老边，乌张飞是走去味。要要啥话啊？你有对无？知影吼，老师你知影？要若会着食免钱哦。请我买要啥？拢你要啥？我知，无问题，真简单，红菇粿。哈哈哈，这拢互你提食。为什么是红菇粿？吼，恁一定感觉真奇怪。其实以前的红菇粿吼，伊是粿身是白的，是啊顶头用红花水吼，红花米啊抹水安尼做成尔。所以讲红关公。白老面，啊内底乌张飞，迄个豆芽嘛，乌张飞走的面，吼啊，其实这就是吼一种桃园三结义吼，表示中义的意思，啊，所以就是教示咱这个子孙吼，咱这后世后世这个子孙吼，会当啊遵守这个中义这个原则安尼，所以用这粿来表示。啊，当然啦，这。有真侪俗语是甲这粿有关系。啊，老师，你会当佮咱分享一寡关于这无？迄句俗语是“人生鸟过粿”，你捌听过无？无哈。人生鸟过粿是一句热铁话啊。是。哈，是来形容真美乱女性的男性。哦，是安尼。嘿，为什么？因为古早咱用灶炊粿，嘿，吼啊鸟惊寒，啊你灶边较烧嘛，是，吼啊所以去过粿安尼，啊，为什么叫做人生鸟过粿？就将迄个粿来比喻女性，好食的粿安尼，吼啊，鸟看怎赶着唔走，所以来譬想讲美乱女性的男性。所以就是伫边仔一直甲等，一直甲酒，一直甲酒伫遐，要追求到手的意思啊。是吼，哦，今日是有影学了真济吼，食粿趁家伙，拜粿来炖家伙，啊，食粿吼会互咱带来吉祥甲福气，你的福气就会满满是咯。这时间真紧，着一坎站站，时分开着真不甘。大家若是无去嫌，咱后礼拜才过来谈，嘛才过来谈。报道歌丁用俗语甲文化甲乡亲博感情。后礼拜请继续收看报道歌丁。红菇粿芳果甜，闻着嘴烂插插甜。红菇粿黏甜甜，参有台湾的乡土味。龙桥的红菇粿，